開心樂園由歐耀琪、蔡卓廉為你主持。早晨，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早晨！好快又過咗2個禮拜咯，好歡迎大家收聽開心樂園呢個環節。早晨啊 Jessica， 時間真係過得好快啊！你知唔知道下個星期日係咩日子呢？梗係知啦，喺澳洲9月份嘅第一個禮拜就係父親節。冇錯啦，唔知道收音機旁邊嘅小朋友準備點樣同爸爸慶祝父親節呢？大家會唔會送上一份小禮物俾爸爸呢？提到送禮物呢，我哋今日嘅故事裏面反而係爸爸送咗一份小禮物俾個女女喎。冇錯啦，大家想知道點解就要留意收聽我哋呢個故事咯。今日呢個故事叫做平靜的平平，亦都係何子先生所寫嘅。咁等我哋一齊嚟聽下啦。平平係個好文靜嘅女仔，佢嘅書台上邊只係放咗3樣嘢：長長瘦瘦嘅透明玻璃杯，裝咗半杯清水，插住2朵非洲菊，一個窄窄長長嘅布筆袋，仲有一個銀色盒形嘅小鬧鐘。爸爸遠航返嚟啦，睇到平平嘅書台，微笑咁擰頭對媽媽話：平平媽媽，我哋個女仲係好似以前咁樣喎。媽媽望咗爸爸一眼就話啦：你2年冇見過個女啦，點會仲好似以前一樣呢？佢仲有半個鐘頭就放學返嚟啦，到時你咪睇下咯。爸爸喺平平嘅書台上邊輕輕放低咗一件小禮物，係一對小樹熊啊！大嘅呢就好似手指公咁高，細嘅呢只係得半個手指尾咁大。係樹熊媽媽孭住樹熊寶寶啊！呢對樹熊做得太精緻啦，就好似迷你世界裏邊嘅小小動物咁樣。媽媽就話啦：希望平平唔會嬲啦，佢一向都禁止人哋放嘢喺佢書台上面噶。吓？你話禁止咁嚴重啊？咁算係刁蠻抑或可愛啊？好，咁我就睇下佢返嚟睇到呢對小樹熊有咩反應先。爸爸為咗洗去疲勞，於是就走咗入去浴室度沖涼啦。平平放學返嚟啦，佢自己帶咗鎖匙，於是就好似平時咁樣開門入屋啦。咦？點解今日媽媽坐喺梳化上邊嘅？面色有啲神秘噃。平平企喺度微笑咁望住媽媽話：媽咪，我嘅第6靈感話俾我聽，今日有啲唔平靜噃。平平兩母女從來就好似一對好朋友咁樣。媽媽笑下就對平平話啦：平平無奇，平平凡凡，平平靜靜，平平安安，點會有唔平靜呢？你太敏感啦。平平一聽到，成個人跳起上嚟就話啦：吓，爹哋返咗嚟啊！媽媽仲故作平靜咁話喎：你諗咗去邊啊？平平話：媽咪，你講嘅說話已經洩露天機啦。平平安安，你就係咁樣日日為爹哋祈禱噶啦。平平放低書包，飛奔咁跑入房裏邊，但係睇唔到人噃。但係當佢睇到書台上邊嗰對精緻可愛嘅小樹熊，佢就100%肯定自己嘅判斷啦。就喺呢個時候，爸爸喺浴室開門出嚟，平平睇到，即刻上前擁抱住爸爸。佢對爸爸話：爹哋，我好中意你呢個着住睡衣、成身暖粒粒嘅爹哋啊！平平將頭抬到高高，就好似2年前咁一樣睇住呢個大爸爸。媽媽見到，眼有淚光咁樣走過嚟，爸爸就伸手攬住媽媽，於是3個人就擁抱埋一齊啦。平平竟然一改平時沉默寡言嘅性格，佢跑到爸爸背後，要爸爸孭佢。平平話：爹哋，我係小樹熊，你就係大樹熊，我要你孭我。媽媽喺旁邊睇到，覺得好奇怪。平平咁活潑咁嬌美，完全都唔似平時嗰個性格。但係媽媽知道呢個家缺少咗爸爸2年之後，
而家只有盡情嘅歡樂，先至可以用愛嚟到維繫住呢個家。聽完今日嘅故事，希望收音機旁邊嘅各位爸爸都可以抽多啲時間喺屋企陪伴住佢哋嘅小朋友啦。係啦，喺呢度呢，提一提各位聽眾朋友，如果你哋錯過咗我哋嘅廣播時間呢，大家係可以上網收聽翻我哋嘅節目噶噃。我哋嘅網址呢，就係 www.sbs.com.au/radio， 跟住呢，就揀 Cantonese。入到 Cantonese 嘅網址嘅左下角就選 Archive 呢個 section， 跟住大家就可以揾到開心樂園嘅故事噶啦。如果大家想下載嘅話呢，就 right click 跟住揀 Save Target As。係啊，喺廣東話網頁裏面呢，大家仲可以選我哋嘅 Podcast 嘅欄目噶喎。入到 Podcast 嘅網頁呢，大家就可以揾到開心樂園嘅故事噶啦。每一輯嘅 podcast 都有4個開心樂園嘅故事噶噃。喺呢度，我想借呢個機會多謝紐省五婆婆嘅來信同埋佢嘅相片。我哋呢亦都好歡迎各位聽眾朋友俾意見我哋。大家可以來信開心樂園 Cantonese Program SBS Radio PO Box 294 South Melbourne 3205。電郵呢就可以寫嚟gary.choi@sbs.com.au。大家亦都可以打電話俾我，我嘅電話號碼係0413028328。我哋好耐冇送歌俾大家聽啦，今日我哋送上一首兒歌，叫做《找爸爸》，希望大家喜歡啦。好啦，咁我哋又要喺2個星期之後，再喺開心樂園同大家見面咯噃，拜拜。落雨不怕，落雪也不怕，就算寒冷大風雪落下，能夠見到他，可以日日見到佢面，如何大風雪也不怕。我要找我爸爸，去到哪裏也要找我爸爸，我嘅好爸爸未找到，讓你見到佢就勸佢回家。我要找我爸爸，去到哪裏也要找我爸爸，我嘅好爸爸未找到，讓你見到佢就勸佢回家。落雨不怕，落雪也不怕，就算寒冷大風雪落下，能